大約10幾個屋宇署合約助理文員代表星期日遊行去政府總部，抗議屋宇署將原本只係需要中學畢業嘅入職要求提高到中英數5科合格，變相唔承認毅進學歷。抗議政府！抗議政府！學歷歧視！學歷歧視！趕絕毅進生！趕絕毅進生！誤導青年人！誤導青年人！協助佢哋嘅工會代表話，署方喺上個月中發出通告，提高入職要求，令到150個現時月入5800蚊嘅合約員工，新年過後將會面臨失業。佢批評署方更改學歷要求係帶頭歧視毅進學員，又話讀毅進嘅都有讀中英數，唔明白署方點解唔承認佢哋嘅學歷。有關注持續教育嘅人士指，以往毅進課程只係強調等同5科合格，但冇講到明係唔包數學。唔少人都係諗住讀完毅進課程可以考政府工而報讀。如果依家政府帶頭打擊課程嘅認受性，擔心會有更多機構跟隨。ONTV 東方電視記者李明賢報道。